各位打工仔，你係咪每日返工放工返工放工，月尾望住糧單喊？我而家講個秘密俾你聽。有人話你唔使做嘢，淨係出少少錢，佢幫你搞掂晒，錢自己會生錢。聽落係咪好正？係咪好心動？但係故事唔係咁完結㗎。呢個幫你搞掂晒嘅人走咗，銀行職員上門收樓，啲股東坐喺屋企睇電視先知自己個項目出事，唔係睇電視劇消遣，而係喺新聞報道入邊先知道自己嘅投資出咗事。今日我哋就講下樂豐集團一個幾乎令人信到將救命錢都壓上去嘅投資神話係點樣散晒嘅。而家俾我介紹一下今集主角樂豐集團。樂豐係咩嚟㗎？簡單講，佢係一間自己唔買樓，但係幫你買樓，然後收你錢嘅公司。係，你冇聽錯，佢哋自己冇錢買樓，但係佢哋有辦法令你出錢幫佢買。呢個就係佢哋最引以為傲嘅輕資產模式。所謂輕資產，即係資產係你哋嘅，我賺個管理費。樂豐嘅角色係揾項目、揾股東、揾銀行、揾承建商。基本上就係揾晒啲嘢，然後揾你出錢。樂豐自己呢，輕輕鬆鬆，手上冇磚頭，但係代代平安。聽落好型喎，係喎，輕資產好潮。但係輕完之後，重嘅係邊個呢？係股東。唔講唔知，樂豐高峰期手持8個項目，住宅有，商廈有，工廈都有，總投資額接近100億港紙。100億喎，唔係100億粒 chocolate， 係100億港紙。呢啲錢係邊度嚟㗎？係一班股東，少則幾十萬，多則過億，逐個夾粉夾出嚟㗎。每個項目股東人數可以多達100人，100個股東開個股東會，未講正事，淨係我反對、我贊成、我棄權，已經可以嘈足3粒鐘。而家俾大家睇下，樂豐到底有幾多個項目？住宅項目，旺角洗衣街 Eli's Park， 聽個名好似叫做 SPA 咁。鴨脷洲好景街好景，我而家想問係咪真係好景？深水埗界限街 The Boundary 個名起得好，最後真係將你同你啲錢界開咗兩邊。太子基隆街 Upper Prince，Upper 你個頭啊，一步都冇行過。商廈項目大角咀必發道 One Bedford Place， 必發道必發冇發道必收先係真。佐敦南京街未命名項目，連名都未有已經出事，可能係天意。尖沙咀漢口道未命名項目又係未命名，睇嚟命名預算都慳返。工廈項目大角咀必發道 Two Bedford Place One 都出事， Two 梗係跟住。另有多個翻新拆售項目，翻新最後翻車。睇完份名單，大家有冇發現一個規律？越靚嘅名越大件事。Upper Prince 必發道好景街，香港地產界嘅項目命名同個項目命運呢，向來係反比例關係。好，背景講完，而家嚟到重點，件事係點爆㗎？下一節繼續。好，而家到咗今集最沉重嘅部分，我哋盡量輕鬆講，但係件事本身唔係咁輕鬆。2026年5月12號，樂豐集團創辦人周沛然走咗，燒炭，消息一出，震驚地產界。相信當日香港所有地產群組叮到部手機差啲爆炸。周沛然走咗之後，銀行即刻醒咗。平時你還得切，銀行笑口噬噬，你一出事，銀行隔日已經喺門口等緊你。大角咀必發道 One Bedford Place 銀主接管，大角咀必發道 Two Bedford Place 銀主接管，必發道 One 同 Two 一齊發，不過係銀行發，唔係你。呢條街真係必發，只不過發嘅唔係股東，係銀行。至於其他未被接管嘅項目呢，例如太子道基隆街 Upper Prince 同埋佐敦南京街項目，銀行唔嚟，比銀行嚟更恐怖嘅。俾銀行接管，起碼有人處理，但係銀行冇人嚟，反而要呢班完全唔識地產嘅普通人自己搞掂一切。冇咗主事人，冇咗樂豐，冇咗周沛然，班股東要自己顧自己。係，你冇聽錯，一班本身有正職，唔係地產專業，可能連銀主盤係咩嘢都要 Google 嘅業餘投資者，
而家要自行投票選代表，成立委員會 Project Oversight Committee POC 靚名，但係翻譯成廣東話，即係你哋自己諗辦法啦，我哋唔理咯。於是，一班平時各有正職嘅股東，有做生意嘅，有打工嘅，有退休嘅，突然之間要一齊討論，而家點算好？份合約點睇？銀行個電話係幾號？我哋要唔要請律師先？仲有最經典一幕，有股東係睇電視新聞先知道自己個項目被銀行接管嘅。樂豐冇通知股東，係真係冇人通知。你作為股東投咗幾百萬、幾千萬落去，結果要靠 TVB 新聞先知道自己個項目被銀行接管。連炒股散戶都唔係咁㗎，起碼佢哋自己知道輸贏。好，事件爆發講完，但係最慘烈嘅部分仲喺後邊。下一節班股東親口話俾你聽，樂豐係點樣一步一步將佢哋嘅救命錢都吞埋落去。繼續，而家係時候聽下當事人點講。今集我哋有兩位主角，第一位李先生化名，點解化名？因為真名唔敢講。點解唔敢講？因為簽咗保密協議。投資投到要簽保密協議，呢個已經係第一個警號，但係當時冇人覺得有問題。李先生話佢哋呢班股東大部分都係業餘投資者，各有正職，唔係地產專業。簡單講就係一班本來唔應該喺地產圈打滾嘅普通人。有人係做飲食嘅，有人係打工嘅，有人係退休嘅。共同點係佢哋都唔係地產經紀，但係而家要做地產經紀嘅工作。李先生話接手之後先發現要同樂豐團隊交接文件，要交接賬戶，要同潛在買家傾，要跟進銀行，要跟進工程，要跟進銷售，即係一間地產發展公司要做嘅嘢，而家輪到你哋做。但係人工冇，經驗冇，培訓更加冇。李先生原句係咁講，簡單講就係要自己諗方法自救。自救呢兩個字聽落好輕鬆，但係背後係幾百萬、幾千萬嘅損失，仲有帳目問題。核數期間，股東先發現帳目好複雜，幾複雜？李先生話部分流水帳需要時間追蹤去向及具體用途。翻譯錢去咗邊？我哋唔知。再翻譯，我哋係股東，但係我哋唔知自己啲錢喺邊。呢個情況冇人諗過。如果係你投咗幾百萬，然後有人同你講帳目有啲複雜，要追下。追下係幾耐？複雜係幾複雜？去向係去咗邊？呢三條問題，李先生話而家仲未有完整答案。但係全場最震撼嗰幕係有股東係睇電視新聞先知自己個項目被銀行接管，唔係 WhatsApp 通知，唔係電話 call， 唔係 email， 係 TVB 新聞。試想像你辛苦揾嚟幾百萬投落去個項目，然後你坐喺屋企食緊飯，電視傳嚟大角咀必發道 One Bedford Place 今日俾銀行接管，然後你放低筷子，慢慢轉頭望下個電視，心諗咦，嗰個係咪我嗰個？係，就係你嗰個。好，而家介紹第二位主角黃洋，唔係化名，真名。佢唔怕講，因為佢已經冇嘢好驚㗎。黃洋係內地投資者，早年經朋友介紹認識樂豐，然後先後投資1億9千萬港紙入多個項目。1億9千萬，唔係1億9千萬粒魚蛋，係1億9千萬港紙。投咗1億9千萬之後，項目冇分紅，仲要再追加資金。黃洋問幾時有錢返？樂豐話快啦快啦，你放心。就係呢句你放心，令佢又再等多幾年。到咗2025年底，黃洋忍唔住，開始不斷聯絡其他項目股東。佢想做一件事，收集足夠股權，湊足過半數，強制召開股東會。目的係睇下啲錢去咗邊。呢個要求合理唔合理？超級合理。你投咗錢，你想知錢去咗邊？呢個係人類基本需求，排喺食飯、瞓覺之後第三位。然後就係周佩賢出事嗰晚，黃洋收到通知，震驚啊！然後立即同其他股東開始處理善後，投咗1億9千萬，換嚟嘅係義務打理個爛攤子，仲要係分文不收。黃洋而家嘅職銜大概係持有1億9千萬身家，義務善後，兼職偵探，全職頭痛。兩個人，兩個故事，一個投咗畢生積蓄，一個投咗1億9千萬。結局呢？下一節我哋講下件事最殘忍嘅部分，
點解閒錢會變成救命錢？繼續。好，而家係時候講下點解件事會由穩陣投資變成傾家蕩產？答案係兩個字：過橋。所謂過橋貸款，即係項目缺錢嘅時候，股東自己借錢俾個項目，等項目完成再還返。聽落好正常，係咪？問題係呢條橋越過越貴，最初息口年息10厘，10厘係幾多？你去銀行做按揭可能得3至4厘，10厘係銀行按揭息口嘅2倍幾，但係股東覺得係自己個項目借錢俾自己，仲有得收息，唔錯喎。然後項目繼續缺錢，息口升到16.5厘，16.5厘呢個息口連財仔都要自愧不如。但係有冇人走？冇啊。點解？因為合約上有周沛然個人擔保，股東覺得有人用自己條命作擔保，負上全部責任，出咗事佢會負責，應該冇問題。咁所以放心繼續投資。但係諷刺嘅係，周沛然最後真係用條命了結咗件事，但係唔係股東期待嘅方式。而家你知道個人擔保值幾錢啦？李先生用咗一個好貼切嘅形容：一頂再頂，即係項目唔夠錢，股東再入錢，再唔夠再入，再唔夠再入，7-8年就係咁過。最初入嘅係閒錢，即係賺又好蝕都好，都唔影響生活嗰種錢。但係閒錢入完仲未完，要再入。而家入嘅係咩錢？係救命錢啊！即係你病咗要入院，你失業要交租，你老咗要養自己嗰筆錢。呢筆錢入咗落去，有冇返嚟？李先生話佢已經打定輸數，預咗血本無歸。而家講下係咩人最傷？李先生特別提到，部分股東唔係特別富裕，有啲係退休人士，有啲係學歷較低嘅普通市民。佢哋係點樣認識樂豐？都係上咗幾堂投資課程，然後大師介紹即時發達機會。蘇州過後冇艇搭，投資課程。香港有幾多人開投資課程教投資？多到你唔信。教你買股票，教你買樓，教你財務自由，每一間都話教你點發達，但係教你點蝕錢嘅反而冇，因為蝕錢唔使教，自然學識。最後講下最唔想講嗰部分。李先生話有股東動用咗屋企嘅老本，即係唔單止係自己嘅錢，仲係爸爸媽媽嘅錢、老公老婆嘅錢、仔女將來讀書嘅錢。然後錢冇咗，屋企人知道咗，嘈到拆天。本來幸福嘅家庭，因為一個投資決定裂咗條罅。安慰人哋嘅時候，你就話財散人安樂，到悲劇發生喺自己身上，就係財散難安樂。李先生叫呢啲做一幕幕人間慘劇。我覺得呢4個字係今集最沉重嘅4個字。仲有一點，連銀行界人士都覺得奇怪。有銀行界人士直言唔明點解有銀行願意借錢俾呢類項目。股東咁多，業權咁分散，財政狀況難以保證。正常嚟講，銀行應該唔會借㗎。但係借咗，點解？銀行界人士自己都答咗，就係樓市興旺時迷信磚頭。磚頭，香港人對磚頭嘅迷信由來已久，根深蒂固，難以動搖。但係呢件事話俾我哋知，磚頭跌落嚟係會砸死你㗎，尤其係你唔係自己持有嗰塊磚頭嘅時候。深層問題剖析完畢，但係故事仲未完。下一節李先生親口話俾你聽，呢件事俾咗佢咩教訓，而呢啲教訓可能係今集對你最有用嘅部分。繼續蝕完錢、嘈完交、睇完新聞，先知自己項目出事。而家係時候上堂。李先生咧就用親身經歷免費教你幾個道理。呢堂課嘅學費佢俾咗幾百萬，你唔使俾，但你要認真聽。第一課要求透明度。李先生話未來佢仲係會投資，咁但係有一樣嘢一定要做㗎，積極追問項目詳細財務狀況，即係錢去咗邊，你要知每一分每一毫去咗邊，你要知，唔係話大概係用咗喺工程上，係幾月幾號俾咗幾多，俾咗邊間公司做咗啲咩。如果對方話呢啲係商業機密，唔方便透露，你就知道方便透露嘅時候係你報警之後。第二課徹底了解公司結構同自身權利。李先生話投資前徹底了解公司結構同自身權利，即係你係股東，你有咩權？你可唔可以要求睇賬目？
你可唔可以投票換董事？你可唔可以叫停個項目？呢啲通通要知，唔係簽完份合約就算，係簽之前逐行逐字搞清楚。唔明問律師，律師費貴，律師費同你蝕嘅錢比較平好多，信我。第三課，呢條係今集最重要嘅一課，李先生嘅原句，大家唔好輕信權威，唔能夠因為對方看似專業就將畢生積蓄假手於人。專業係咩？西裝可以租嘅，靚辦公室可以租嘅，名片要印幾靚就幾靚，職位要印幾威就幾威，咩主席、總裁、會長、Managing Director， 馬騮精打 necktie， PowerPoint 做到你眼都花，但係西裝底下係咩？你唔知。香港人有個壞習慣，見到人話係專業就照單全收，乜都信。但係專業人士都係人，會出錯嘅，會睇漏眼嘅，會搞唔掂嘅。所以信人可以，但係自己嘅功課自己要做。第四課，留意有冇退股機制。李先生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項目冇退股或者係贖回機制，股東想退出，但係你要自己揾到買家接手先得。揾唔到買家，你就只能繼續困喺度。入咗去先至知，原來個門係單向嘅，入得唔出得。就好似某啲婚姻、某啲工作、某啲群組、某啲社團，你加入嘅時候冇人話你知有幾難退出，但係退出嘅時候，你先發現原來要付出好大代價。所以入股之前，第一條問題唔係幾時賺錢，而係我想走嘅時候可以點走。如果對方答唔到，或者答得吞吞吐吐、左閃右避，你就知道你將會喺度困過世。李先生最後講咗一句：輸亦都要輸得心服。我覺得呢句係今集最有勇氣嘅一句說話。佢冇話係樂豐100%錯，佢冇話股東係完全受害者，完全冇責任。佢話大家都有責任，但係要知道自己係點輸，唔係一句冇人能夠預計市況逆轉就總結晒件事。輸要輸得明白，呢句送俾所有曾經或者將來會投資嘅人。教訓講完，唔好走住，仲有最後一章，繼續。今集我哋講咗樂豐，講咗周沛然，講咗李先生，講咗黃洋，講咗一個由100億神話變成人間慘劇嘅故事。臨走之前，送俾大家3句說話。第一句，天下冇免費午餐，呢句你媽媽講過，你老師講過，但係就係唔入腦。第二句，越靚嘅名越要小心，必發道、好景街、Upper Prince 你明㗎啦。第三句，錢係你嘅，所以你要自己睇實佢，唔係話唔信人，係就算信人都要自己睇實。如果你睇完今集，覺得自己過去都有啲咁嘅投資習慣，唔緊要，知道咗改翻就得。如果改唔到，咁你下次投資之前記得問，我想走嘅時候可以點走？而家有條問題想問下大家，如果係你會唔會投資呢類集資項目？請你留言話我知。A 會，因為高回報值得冒險。B 唔會，因為我唔係咁大膽。C 我已經投咗，而家後悔緊。揀 C 嘅，請下面留言，大家互相支持一下。最後，如果今集令你學到嘢，或者令你慶幸自己冇參與呢類投資，請記得俾個 like。個 like 唔使錢，唔使簽保密協議，唔使追加資金，仲有訂閱我哋嘅頻道。訂閱完唔會俾銀主接管，呢樣我可以保證。我哋有緣再見。投資要小心，磚頭要睇實，保密協議最好唔好簽。拜，多謝你陪我睇到最後。如果覺得呢條片幾好，想請我飲杯咖啡，掃呢個 QR code 或者撳留言置頂嘅鏈接，一杯咖啡就當俾我充翻啲電，繼續拍落去。